聖言誦讀。上主，請發言，你的僕人在此靜聽。今日係教會年曆四旬期第5週星期四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恭讀創世紀。亞巴郎俯伏在地，天主對他說：看，是我與你立約，你要成為萬民之父。以後你不再叫做亞巴郎，要叫做亞巴辣罕，因為我已立定你為萬民之父，使你極其繁衍，成為一大民族。君王要由你而出。我要在我與你和你歷代後裔之間訂立我的約，當作永久的約，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後裔的天主。我必將你現今僑居之地，即客納罕全地，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做永久的產業。我要作他們的天主。天主又對亞巴郎說：你和你的後裔世世代代應遵守我的約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嘅答唱詠係選自聖詠105篇。請眾尋求上主和他的德能，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儀容。請你們紀念他所行的奇蹟，他的義事和他口中的判詞。天主的僕人亞巴郎的後裔，上主揀選的雅各伯的兒子。他是上主，是我們的天主，他的統治遍及普世各處。他永遠懷念着自己的盟約，直到萬代，不忘自己的許諾，就是向亞巴郎所立的盟約，向依撒格所起的誓諾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猶太人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誰如果遵行我的話，永遠見不到死亡。猶太人向他說：現在我們知道你附有魔鬼。亞巴郎和先知都死了，你卻說，誰如果遵行我的話，永遠嘗不到死味。難道你比我們的父親亞巴郎還大嗎？他死了，先知們也死了，你把你自己當作什麼人呢？耶穌答覆說：我如果光榮我自己，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。那光榮我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們所稱的我們的天主。你們不認識他，我卻認識他。我若說我不認識他，我便像你們一樣是個撒謊者。但是我認識他，也遵守他的話。你們的父親亞巴郎曾歡欣喜樂地期望看到我的日子，
他看見了，極其高興。猶太人就對他說：你還沒有50歲，就見過亞巴郎嗎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在亞巴郎出現以前，我就有。他們就拿起石頭來要向他投去，耶穌卻隱瞞了，從聖殿出去了。上主的福音。
聖言反省，天主冇創造死亡，死亡係因住元祖嘅犯罪而進入咗世界。元祖嘅罪係源於冇遵守天主嘅說話。耶穌以死亡戰勝咗死亡，永遠唔會睇見死亡，即係永生。信耶穌得永生，意思即係人類藉住遵守耶穌嘅說話而得享永生。耶穌嘅聽眾錯就錯在將死亡狹隘咁樣理解為肉體生命嘅結束，因為世界末日，所有亡者嘅肉身都要復活，所以我哋見到嘅死亡只係生命暫時嘅結束，並唔係永遠嘅終結。最可怕嘅死亡係靈性生命嘅終結。如果唔遵守耶穌嘅話，我哋又點能夠獲得永生呢？為永遠唔會睇見死亡，遵守呢兩個字係重點。主，感謝你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每日聖言由生命恩泉製作，樂人出版社提供反省資料。